好啦，乡亲啊，搁较无一个月就要过年咯，大家拢开始来采买年货。台北西部今年推出着全台湾上界大场的年货大展览。这个北中南部特色的美食，嘛有这个六大主题区，嘛有本地老店甲外国的这个四手啊。看是要买这个盘手礼，买糖仔饼，或者是要买年菜，去甲细一年就会当买甲嚼着，而且是免费开放参观来入场。2021年，旺来一整年。人零人西，全台湾上大年货展要开始咯！开幕头一天，真侪人规家伙仔拢来买年货，大家拢听伫即档，就是因为无看过遮尔大粒野生鲍鱼是澳洲来的，成长期至少要20年。会切成小的薄片，放到里面之后，再倒下一些汤汁，那基本上非常的安全。装作一盒食来试食，就是为着要互民众食了安心。主办单位为着防疫，嘛特别设计食物件专区。只是伫现场，要是看到卖少的厂商和过去同款，现场煮好就放咧，或者是装入去一个纸杯仔内底，嘛真侪民众当场就烫嘴暗来试食。大家这么手拿来拿去的，就比较不安心。密封好，然后外带到其他地方去吃，这样会比较安心。主办单位讲有建议业者希望试食的产品爱放起来，互民众早去食物件的专区，可能真侪人拢无注意到，要甲大家提醒，嘴暗要是挂好，保护家己嘛，保护大家。